牧师，各位先贤大德，大家早安。讲师早安。后学承蒙上天慈悲，主赐的宏慈，我们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大恩大德，老先人五大牺牲，一手大仙，还有前人点恩师们的苦心栽培，让后学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同学习《道德经》这个章节。那从声音听得出来，后学这个有一点感冒，其实不是有一点，大概从6月初一直感冒到现在。那真是上天很慈悲哦，因为本来这一堂课后学在安排的时候呢，也不是后学要讲，结果原本想要排的前线哦，这个也是身体为恙，那就需要找别的前线来代替。结果问来问去，大家都很谦虚啦，就说，哎呀，这个有没有其他前线可以学习这样子？结果这时候就有一个前线说，有看到你是不会讲啊，你去讲，你讲，下次换我讲。那所以后学呢，经不起刺激呢，就贸然的答应。答应了之后又很懈怠，这个想说啊，还有时间哦，这个还可以准备。结果谁知道6月初想说，应该要认真哦，时间快到了。结果就不小心感冒，结果吃了药，我们吃了这个感冒药很容易昏沉哦，所以下班回家就昏迷了，一直拖到近期才认真的把它这个准备起来这样子。那《道德经》的学习我想是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常多年。那后学这次来学习这个第60章，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同深入去研讨的章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60章的本文。那我们这边是不是一起来念一次？就是国语的诵读这样子。那后学开个头，就一起念，不用我一句，大家一句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至大我有朋小仙，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故两不相伤，故得交归焉。好，那这一段的文章并不长，字义上也没有太多艰涩的字哦，那所以后学就直接来跟各位先生分享后学的一点心得。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圣人在经典的撰写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这个开宗明义哦，第一句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句后学会多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先生一起来分享哦。那后面的铺陈呢，就再一同来往下看这样子。好，那第一句跟我们讲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哦。小鲜是什么？就是小鱼啊。那老子跟我们说呢，在治理一个很大的国家的时候，治理一个很繁琐、系统很复杂的国家，就如同在煎一条小鱼一样的，这个要去注意某一些细节。那后学就想了，这个因为后学是台理数，所以我从小也没有碰过鱼当然也没有煎过鱼，所以呢，对后学来讲，我们就得想象一下煎小鱼是什么状况。那从书里面看到的资料是说，因为小只的鱼它的皮比较薄，所以如果在煎鱼的时候，如果去翻动它，这个就很容易就把它就是会散开，会烂掉这样子。那所以后学就想，跟我们在煎蛋这样雷同。我们在煎蛋的时候，各位先生，如果是比较有经验的妈妈们，我们在煎蛋的时候，这个锅子一定要够热，那油也要下得够，油下得够，那这个蛋下去之后，停留的时间也要够久。为什么要够久？要让它的底层焦化到一个程度，之后它才凝固起来。那这时候我们去轻轻的移动它，
翻动它，它才不会破掉。那这时候再把它翻过来，坚定它一点，这样子一颗漂亮的蛋就可以把它煎起来。那所以在苏辙就是苏东坡的弟弟，也是宋朝的另外一位这个熟悉佛教还有这个孔家的一位文学家。苏辙他有注释了老子《道德经》这一本书。在苏辙的老子解里面，他在第60章的开头是这样子说明：他说：“烹小鲜者，不可劳。”北大或北大。那治大国者，不可反。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煎这个，不要讲煎鱼啊，在煎蛋的时候，都知道要有一些时间，有一些火候，然后再轻轻的。很顺的去翻动它。那治理国家也一样，治理人民同样也需要耐心，需要顺着他的性来去这个怎么样推动某一些利人利己的政策，这样子国家的推动才会顺畅。不可以反，不可以朝令夕改，不可以自己为所欲为。如果你这样常常为所欲为，常常想做什么就下一个指令，那这样子对人民来讲就会有很多的意外，很多的不开心，那就会有反的情绪出现，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安稳，很顺利的去推动、去运转。好，那所以在这2句话当中呢，同学要提醒自己讲话要慢一点。这样子才不会有太多的回应，因为候选常常是这个角色就是评控人员，然后要提醒讲师讲话要慢一点，要一字一字的清楚。好，那在这2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去联想一下，到底在煎蛋这件事情跟治理国家有什么样的关联？这个是我们在学习经典的过程当中，要能够去发挥我们的学习跟联想。那候选的想象是，一个会烹调的人，一个好的厨师呢，要几个要件，他要熟悉食材，要对他要煮的这个东西是要有一定的熟悉的程度，他要知道什么季节什么东西最好吃。什么季节的蔬菜跟水果才是当地有些物件简单烹煮都可以呈现它很好的风味。比如说又到了这个很热的夏天的时候，这个市场上就会开始出现很多的竹笋，像候选昨天才去关庙买了绿竹笋。所以一个好的厨师呢，他要知道这个。什么季节有什么好的食材？那在哪一些产区，又有特别出色的食材，它的风味呈现得非常好。就比如说我们所在的关田，关田这个地方，这个菱角的，就是我们很有特色的一个食材。别的地方种起来的菱角，就偏偏没有我们这个地方种出来的风味这么好。那可能跟我们的水质、跟我们的土壤的特性都有相关。所以，一个好的厨师，他要了解食物的性。那因为了解食物的性，他才会知道我怎么去烹煮它，才能够呈现它最好的风味。如果是这个层次不够的厨师，他可能不管什么来，都是糖醋，什么食材来都加沙茶。但是偏偏有一些食材，比如说我刚刚候选昨天去买的绿竹笋。绿竹笋就很适合直接吃嘛，凉拌。那因为它吃起来就会很像水梨那种口感，那它又带着甘甜味。那如果我们加了太重的调味下去，反而就掩盖了它原本食材该有的风味。所以呢，这个一个好的厨师，他要了解这个食材的特性，他才能够好的去选择对的方法，去呈现出它该有的性。
该有的特质。那再来呢，一个好的厨师要有好的刀工，这个该怎么切，该怎么下刀，该切丁切块，该滚刀，该切大一点，该切小一点，都影响到最后我们吃的人的这个感受跟体验。那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煮给老人家吃，那我们可能要切小口小块一点，它比较好就，比较好咀嚼。那我们如果是切给这个年轻20几岁的年轻人吃的，可以大块一点，呈现他吃起来会觉得很爽快这样子。类似的道理，所以一个厨师，他在刀工，在这个食材的这个呈现上，就要有他的专业度在。那再来要有火候。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煎蛋这件事情，一个好的厨师呢，他对他的器具要很了解，该用什么锅，火该大该小，该热多久，他都要有一定的经验，才能够把这个食材给烘煮好。该大火快炒的时候，就要大火快炒；那该小火慢炖把食材原味给呈现出来，那他就得有耐心的小火慢炖。那再来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调味。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酸甜苦辣各种风味，除了食材的本味以外，如果适当的加上一点调料，都可以衬托出食材这个该有的很好的这个风味。所以一个厨师对于调味的这个拿捏能不能恰到好处，也会影响最后这一道餐点的呈现。那所以呢，一个厨师对于食材、对于刀工、对于火候、对于调味，都要有一定的经验。好了，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一个好的厨师有这些能力可以干什么，跟我们在研读治大国又有什么关系？后学是这样想，一个治理国家的人，他要能够像厨师一样理解食材，所以他要了解，他要洞察民情跟人，他要了解他所管理的这一群人民呢，他的性是什么？就像我们要厨师要先了解这个食材的一些性人民，它的特色是什么？那我们所在的这一群人民呢，他的性又是什么？了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因材施设，我们才能够选择正确的方法来去顺利的管理、顺利的推动一些政策。比如说20年前的台湾，20年前的台湾，还在这个，其实20年前也还没有很早，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的没有毕业证照，30年前，30年前的台湾，算是经济正要起飞的一个，已经在起飞点。那个时候，我们的人，这个社会上，大家都是很拼命的去发展产业，很认真的去提升我们产业的品质跟这个技术的深度。那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人口，有很多这个新投入这个产业的大学生等等。当时的人口结构，家的政策可能要照顾好这些正在打拼的年轻人为优先多一点，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以现在来看，各位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台湾已经迈入老龄化了，就我们已经生不如死，好像是24个月了，就是出生人口小于死亡人口，已经24个月了。那如果后学没记错的话，这个大概在20年后，我们整体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大概会占台湾总人口数的1半。不用多想什么，光是我们现场
10年后，大于50岁的有没有？大于60岁的应该就占了1半以上。好，那20年后呢？连后续都已经是65岁以上的人口。所以20年后国家的政策要怎么推动？再往前看，现在我们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应该要开始认真的好好照顾老年人，要好好思考，当老年人很多的时候，政策该怎么推动而不是只像以往照顾比较年轻的族群。所以呢，一个好的国家的治理者、统治者要做的是理解不同年龄层的需求。老年人的需求一定跟年轻人的需求不一样。那所以在环境的建设，在整体这个照顾系统的建构，一定也会跟以往不一样。那每一个年龄层都有不同的需求，如何照顾到每一个不同年龄层的需求，是一个统治者他要能够好好的思考，顺应民情的需求来去策划，那就跟厨师要好好的了解食材一样，顺应他们的需求去推动对的政策。那再来，就像一个厨师很精准的他的刀工一样，一个好的国家治理者，在制度的跟法规的建立上，怎么样精准的拿捏它的分寸，怎么样兼顾效率跟公平，那才能够达到很好的这个资源的分配，那呼应到我们所提到的，抱歉，我学过，麦克风拿出来，这样收学比较好。那它才能够兼顾到效率跟公平以及资源的分配。那这个资源分配有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他要保持着一个无私无我的心态去规划、去设计。好，那再来，我们讲到火候。那一个施政者呢，他的这个时机跟节奏也要掌握得很好。我们不能一个好的政策、对的政策，但是因为推动的方式错误，那导致民心民怨奋起，那这样子它们会变成一个让人家感受不好的政策。所以这个就跟一个厨师拿捏火候一样，什么时候该小火慢炖，什么时候该大火快炒，都是要有智慧去拿捏，然后去经营住。最后调味，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餐点，它一定是这个色香味要俱全，它要能够透过调味，把最好的风味给呈现出来，最能够让大家满意的风味给呈现出来。那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也有相同的这个不容易的地方。我们治理的人民有这么多族群，在这么多族群不同的需求底下，怎么样去设计，又兼顾公平正义，让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光是我们一个小的道场，要能够和谐相处，就多不容易。这个和谐相处要怎么能够达得到？后学认为，除了我们自己身在其中的人以外，当然要保持着正向的信念。我们来到场是来付出、来学习，不是来争名夺利，不是来比高低的。我们的心态要正确以外，我们的领导者能不能够很公平的在当中去扮演一个很好的推动者的角色？他能不能够适时的在有冲突的时候去化解冲突，让彼此互相了解，让大家能够平心静气、和谐的一同为了道路推动，为了达到自己的圆满，能够放下心里的结，往前的走。这个后学认为，这也是一个领导者非常重要的课题。所以，一个好的厨师要理解食材，要有好的刀工、好的火候。
达到最稳定的状态。这当中有很多的功夫要去下手。好，那所以呢，治大国若烹小鲜。好，我们从煮小鱼，从煎蛋，从烹煮这件事情来看到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有它的美感在。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能力，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工具的能力，我们要能够控制火候，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锅具，还要能够适当的调味。那这些能力的培养，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形成。那治理国家同样也是治理国家要有这个无私无我的心，要有公平的态度。那还有一件事情，同学刚刚没有讲到，各位认为一个好的厨师，除了刚刚所讲到的那4样元素以外，还有什么最重要？同学认为一个正确的心态最重要。我要煮出一顿不是只有好吃的餐点，而是能够让你吃得健康，吃的对身体无害的餐，煮好的，不会有害的餐，有时候会比好吃更重要。所以同学认为一个正确的心态，是厨师一个很重要的。他不能够为了节省成本，或是追求快速，然后就用了可能对人体有害的替代食材。该用什么，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这个都关乎于心态是否正确。那既然讲到吃的健康，最后学最近有学到一些知识，所以呢也要逮到机会就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各位都知道，我们现在国人的这个血糖的问题都非常多。那血糖为什么会上升？因为淀粉，因为我们吃了淀粉，吃了大量淀粉吃进去之后呢，就会让这个胰岛素很快速的分泌，然后去压制这个血糖。那久了之后就会形成胰岛素阻抗。所以呢，不是说不能吃淀粉，但是有一件事情更重要是顺序要吃对。各位知道我们在吃一个便当，像我们今天中午就会拿到一个便当，里面就会有菜，会有蛋白质、豆类，可能会有时候今天会卤个海带、有豆腐，然后有一个主食，是素盘，那最后就是一大份的白饭。那我们通常的习惯是怎么样？肚子很饿了，白饭先扒个一半，白饭先嗑掉一半。嗑掉一半，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血糖就会急速的上升。那这时候急速上升之后，那胰岛素快速分泌，血糖又急速的下降。血糖急速下降，就会开始觉得精神不济、昏昏的。然后过没多久，又开始肚子饿了。这时候下午又有点心，再去补充一点什么。那这样子久了之后，这个血糖的快速的震荡，就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很多的心血管疾病是因为血糖震荡而形成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改变一个习惯，顺序是这样的：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饭。这个各位如果今天有听进去的，就可以学习，就可以试着做看看。因为先吃菜跟蛋白质的话，它可以有效的抑制血糖上升的速度。那我们人体，我们如果能够让血糖一定会上升，只要有吃淀粉一定会上升，但是让它维持一个平缓的上升的斜率。那时间到慢慢消耗之后，又自然的缓缓的下降，这样子比较不会那么快又肚子饿又想要吃点心，也比较不会因为血糖震荡而导致心血管的硬化以及相关的疾病。所以我们都还不需要吃什么保健食品，光是改变吃的顺序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相关的问题得到很有效的改善。
那如果你很这个重视这件事情，那就麻烦在吃饭之后，这个运动30分钟，走路也好，这个不想走路了，你要去旁边做起立蹲下也可以，因为小腿的出力特别会捕捉葡萄糖，所以呢，这个如果想要更进一步改善你的身体状况呢，就麻烦办动30分钟的运动。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照顾自己的方式。那厨师呢？厨师怎么照顾他的这些用餐上面？好好的料理他的食材，好好的把不应该用的东西不要用，可以用的东西好好的去使用，去搭配，呈现出最好的风味。那所以呢，这个正向的态度是一个厨师应该要有的。那一个治国者，后学认为，因为在《道德经》里面讲到的是无为而治，那这个无为，后学认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不需要来学习了。后学认为无为讲的是统治者，他保持的是一个无私的心态，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是因为一己之私而出发。他想的是，因为我了解我的人民，洞察我的民性，所以我知道我应该，我要好好照顾这么多的老人，我要这个多盖一些让老人可以去健身运动的地方，让他们起立蹲下都没有问题，我要定期的提供一些什么保健食品给这些老人，诸如此类的，并不是说我做了这些政策是因为我可以发大财。无为而治讲的是内心无私无我的出发点。那所以呢，在《道德经》第17章，这个是我们非常久远以前有研读过的。在17章里面讲到太上下之有之，其次亲而不欲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所以一个好的统治者，最高阶是好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人民知道说，我们有一个统治者，他做了很多事情，我们都过得很好，知道好像有这个角色，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已经无私低调到，让大家都不记得他。其次呢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君王，这个统治者很好，然后会去很喜欢接近他，然后会去称赞他、赞扬他，这是其次。那再其次呢，看到他就会怕，这是我们讲的暴君，他用很多高压的政策，就看到他就会怕。那再其次呢，我们要推翻他。好，那所以呢，一个治国者抱持的态度，跟一个好的厨师保持的态度，都要以正道为先。因为这一章在开头说是讲治大国若烹小鲜。那这些烹饪或者是治国者内心的信念都要非常正确。一个厨师要有煮对的东西、煮好的东西给人家吃的心态。一个治国者要是无私无我的、无为而治的心态，才能够把道呢推行到天下，把道给推展在他所统治的这个国家或者是系统里面。好了，那我们讲到了治国跟烹饪，那后学想，这个老子应该不是只是要让我们了解一个厨师要做什么，或者一个君王要做什么而已。那如果把治大国若烹小鲜推到我们心性的修持上来看，要治理我们的心难不难？非常难，因为我们的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
心念变化多端，那还有跟小鱼一样脆弱，被别人翻一翻内心就破碎了。所以治理我们的心念也非常的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该怎么来治理我们的心？或许想的是，那刚刚在讲到厨师的时候，有讲到第一个重要事情是什么？要了解食材，怎样呢？跟煮的物件也显是什么？那回到我们的心性上面，我们要治理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了解我们的心也显起来呢？我们有没有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心的各种波动，它的本质又是如何？那所以呢，同学就想，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来思考看看怎么去下手。那所以呢，同学就引用了《清净经》的这个段落：夫人神好亲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人遣其欲而心自静，诚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在《清净经》里面跟我们讲是，我们的心的性是怎么样？我们的心是喜欢清的，对不对？夫人神好清，那是心导致，有很多念头会不断的跑出来。那这些念头又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的五蕴，一直接收外界的各种讯息，一直干扰我们。那人心好静而欲牵之，我们的心其实是喜欢静，但是偏偏呢，这个各种欲望，会不断的牵引着我们。那牵引着我们之后怎么样？就很多的烦恼妄想忧苦生气，长生不败如是真道。所以呢，当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性的时候，我们的心有什么特质？它的本性是喜欢什么？它是喜欢静的，它是喜欢清的。那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做到遣其欲和诚其心这两个功夫？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时常来这边接触，来佛堂接触善知识？为什么我们常常来佛堂研习经典？为什么我们常常来佛堂行功疗愿？后学认为，不外乎都是在做这一些这两件事情的基本功。那这个基本功我们要怎么来？以这个遣其欲来讲，我们的欲望大概是从小就一直不断，就是天生的，天生就有的。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看到吃的东西会抓，看到好玩的东西会抓。那再长大一点，看到这个五光十色的这个玩具、影片，就被吸引，会想要拥有。那我们要怎么突破这件事情？那后学都常常跟同修勉励，培养智慧，提高我们的格局。各位回想一下，现在小朋友的玩具你还会喜欢吗？不会。小时候有了偶尔怀旧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好玩。但是他们真的很喜欢玩的东西，你会觉得很好玩？几乎不会，或许不敢说完全不会，因为还是有很多大朋友还是很喜欢打电动。但是小朋友喜欢的东西，我们大概现在会沉迷我们都沉迷别的，每个年龄有不同的沉迷的东西。那所以当我们年岁增长，我们的智慧格局不同的时候，我们在看待以前沉迷的事情，也可能就会不一样的想法，不会被它所吸引。另外一个例子，或许也是我举的，各位都知道这个现在全球 AI 科技的代表是这个 NVIDIA 的总裁黄仁勋。不行，现在要讲那个
着火箭的 SpaceX 这个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他的身家现在是破兆美元，1兆美元，大概就30兆台币。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我们在路上走，对面走了马斯克迎面而来，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地上出现了一叠10万块的钞票，我们会不会捡？或许会想去捡，但是马斯克可能不会想捡，因为对他来讲，他如果弯下腰去捡这10万块，可能会浪费他这个几秒钟的时间，但是他几秒钟他就可以赚超过10万块。所以当你的格局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在看待以往吸引我们的东西，我的想法就不会一样。所以当我们能够更有智慧的去看待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些过往影响着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一些执着，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或许认为是有机会，是可以的。所以怎么样减其欲？欲这件事情，一定是从外在不断的各种境、各种因缘会出现，我们没有办法断绝这些，但是我们内心的这个受，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内心的反应，却是可以透过智慧的培养、修持跟格局的提高，而去改变我们内心的波动的程度跟看法。所以怎么样减其欲，就是一直张扬智慧，一直提升我们的格局。就会越来越能够把这些欲呢，应对的更好。我不敢说我们可以一下子就把这个欲望都放下，但是会觉得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足够的智慧去因应这些让我们会产生很多欲望的境遇。好，那能够长养智慧，能够这个提高我们的格局的话，那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念受到的波扰，自然就会慢慢的减少，会越来越少。那我们的心就有机会慢慢的恢复清净的态度。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的心该安住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心越安稳，我们的这个心里的法喜就会越生发越多。好，那所以呢，从主动机到这个治国，再讲到怎么样治理我们的心念，后学认为是老子在这个章节，这一句话，后学花了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因为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它就是老子在这一章里面要跟我们正道，也就是在我们做思考怎么下手之前，心念上的正确，心态的正确，会胜过一切。所以我们要先理清该具备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做这些事情，来主动机也好，来治国也好。那当你心态正确的做出来的事情，才会是对的。不然，如果心态错了，技术很好，那有可能会做出许多害人害己的事情。好，同学，喝个水。好，那在
下，其鬼不生。那因为后面好几句都是鬼啊、神啊的哦，那所以后学就好奇的去查阅了一下，在周朝的时候，大家对于鬼或神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样？那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的那些鬼啊的讯息都是经过很多朝代的这个故事的编撰来形成我们现在既定的印象。像后学小时候，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听的那个什么巫婆的故事，但我忘记为什么妈妈要让我看那个巫婆的故事那我记得我就看完之后就不敢一个人晚上起来上厕所，就会觉得隐约是不是在那边有一个巫婆会把我的手指头咬断之类的。那我想大概大家都有一些这样的经验也就是我们看了一些恐怖片之后。就很自然的投射在我们的内心。我觉得讲话太快了一点，再慢一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在看了某些恐怖影片之后，就会把那些情节投射在自己的环境，就会觉得，哎呦，等一下起来上厕所照镜子的时候，后面会出现一个长头发的女鬼之类的。那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仅仅是我们内心的想象，所以这个恐惧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那内心为什么会生发这种恐惧？一定是我们的心不安稳。那为什么心不安稳？因为我们有所求的时候，很容易心就不安稳。那所以呢，老子跟我们讲，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生。那后学要特别开始刚刚没有讲，后学查了一下，在周朝，在讲到鬼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大部分都是在讲已经过世的祖先，鬼者，人之归也，归处的归家乐归的归。也就是说，在周朝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在讲到“鬼”这个字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讲，哎呀，我已经死去的亲人，那他们死后所在的地方，他们所处的这个的环境，还有他们的形象，称之为鬼。那所以呢，倒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很多小说或者是电影所描述的那种样子，会出来害人，会出来干嘛？那所以，老子跟我们讲，以道立天下。当一个统治者他把道推行到天下的时候，其鬼不生。那这句话要怎么思考？后学认为我们要反过来想，如果道没有立于天下，也就是一个正确的无为之道没有被好好推行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社会可能是比较困顿、民不聊生的状态。那越是民不聊生的，就会我们的内心就越不安稳。越不安稳的时候，如果我们遭受到一些困境或者是这个不管是心理或者是生活上面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乱想。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跑出来装神弄鬼。就是说，可能就会借着说，哎呀，就是因为没有做什么，所以才会导致你现在的结果。那这个鬼，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困境而生的，并不是真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的祖先跑出来要害我们过得这么糟。那所以，当道不立于天下的时候，这些鬼怪就很容易出现，这些鬼神鬼的影响力就很容易被假借，很容易被拿出来拨乱。那所以换句话说，当这个统治者他可以好好的推行无为之道的时候，其鬼不生。当道能够行于天下的时候，大家生活很安稳，大家内心也很安稳。
顿的时候，我就不会胡思乱想，我就不会觉得哎呀，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才会导致现在的状况。当然也就不会去怀疑说，是不是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害我，是不是有什么无形的力量在影响我。所以奇鬼不神跟我们讲的是，这个真正的鬼是存在我们内心当中，是因为我们内心的不安稳所导致的，并不是外在的力量、无形的力量在害我，在侵扰我。所以呢，后面这边讲一个故事在战国时代的魏国，这个魏文王他有派了西门豹这个人，他也是一位名臣，派了西门豹去治理邺这个地方。魏文啊，邺这个地方，在他刚到邺的时候，发现这个当地的居民民不聊生的，大家生活都很困苦。那他就明察暗访了一下，发现说，这边的主事者呢，跟当地的巫师女巫都串联起来，去这个骗这一些当地的居民说，哎呀，这个我们这条河为什么常常有水患？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去帮河伯娶亲帮河伯娶老婆，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些这个年轻的女生去嫁给河伯，那还要献上很多的祭品，这样子呢，这条河才会安稳，才不会这个常常有水患，导致大家生活这么艰难这样子。那西门豹到了这个地方，他打听完之后发现这个就是撞神弄鬼，所以呢，他也不动声色的。他就参与了那一次的这个河伯娶亲的仪式。那他到那边之后呢，就说：“哎，等一下，那我先看一下今天的要嫁给河伯的新娘有没有漂亮。”就他一看说：“哎，怎么这次选这个又不漂亮？等一下嫁给河伯又生气了怎么办？”不然这样子，那个女巫来，我们把这个女巫先丢下去。你先去告诉河伯说，拍谁这一次我们选这个比较不漂亮，改天我们再选另外一个。来，把这个女巫先丢下去。那女巫就被丢下去了。那丢下去之后，又等了几天，新闻报就说，大家看这个女巫也没有回来他也没有好好的去告诉河伯说这次你拍谁，也没有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办得不是很顺利。不然我们来换一个方法。他就带领了邺城的这些民众去修这个河道，修这个圳高修了12道这个大排。那修筑完之后呢，这个水路就很顺畅，就没有水患了。那这些郡沟呢，又用来灌溉当地的农田，所以大家的农作呢也照顾得很好，也很丰收，所以呢，大家的生活也都慢慢改善。那所以呢，西门豹他用了对的方法，正确的信念去治理邺这个地方，他不是用他去打破了原本用这个鬼怪的迷信的方式，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呢，一个主事者如果能够掌握正确的信念，用对的方法，用无私无我的方法，因为他去修那些大排，他出发点是什么？是希望水路能够顺畅，希望这个农田的灌溉能够好好的被布施，系统能够运作的顺畅。所以呢，他得到结果是好的。那由此我们也可知，当地的民众为什么会相信河伯要娶老婆这件事情？因为内心有恐惧，因为生活太苦了，又找不到方法，又没有遇到对的人，所以当有一个人跳出来说：“哎呀，我就是没有帮河伯好好的娶个老婆，才会过得这么苦。”那就开始有一个相信，2个相信，
越来越多人相信，大家就纷纷献出自己的这个财产，献出这个自己的年轻的这个晚辈这样子，想要能够换到好的结果。但是我们都会知道，这个做法肯定是错的。我们内心可能都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可是我们偏偏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做。所以呢，我觉得我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当道不利于天下的时候，这种状况就很容易会出现。原本有正气的人，可能会被迫，跟着大家一起走。再来就是，当我们内心一直执着在我就是要脱离现在这个困境的时候，但是我却没有换方法。我们好像都听过一句话，这个就是睡一觉起来，但是走一样的路，那个结果其实并没有改变。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该思考的是，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去做改变？我们心态有没有变？我们做法有没有变？如果心态有变，做法有变，但是我们却期待它的结果还是一样的，它的结果会变好的话，那这个就是缘木求鱼了。所以，当我们内心有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秉持着正信，那去找到好的方法，去接触怎么样可以找到好的方法？多接触善知识，多接触正信的人，这些人就可以适当的给我们一些指引。那但是这些指引是要我们自己愿意踏出去。好，那所以破除迷信，那我们内心最大的迷信其实就是我们心里的对于困境的执着，我们自己走不出来。再来就是我就是神。刚刚那一句是回顾一下，以道立天下。再来是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所以这边讲了几个伤人，鬼不伤人，圣人也不伤人。看到这边，或许心里一样有疑惑：圣人怎么会伤人？好，那鬼会不会伤人？如果照前一句话来讲，其鬼不神。当道立于天下的时候，其鬼不神。这个鬼呢，它就没有神力了，它就没有影响力了，它对你就不会造成心念上、身体上的影响。所以，当其鬼不神的时候，其神不伤人。他的神力伤不了人。为什么？它的前提是什么？是道立于天下的时候。那刚刚讲到“鬼”这个字，在周朝的时代讲的是已经过往的这些祖先和长辈。这些长辈当然不会伤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很像这个存在在我们周边的一些阴暗面的一些力量。那当道立天下的时候，就好比像现在外面这个阳光普照，太阳非常大的时候，一些处在阴暗的生物，不管是植物也好，或者是这个一些动物也好，他们当然就不会跑出来，因为他们习惯都在阴暗处，所以这种阴暗的力量，这些会影响我们心情的阴暗的力量，当阳光普照的时候，它自然不会出来，它会站在或者说处在他们自己该处的地方。那我们呢？我们也一样当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也各居其所，各尽其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是什么角色，我就去做好事情。那当太阳普照的时候，当大道立于天下的时候，
并不是要让这个哪一些人事物消灭掉，不是。当大道立于天下的时候，是要让所有的万物都能够和谐的共存，大家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你该这个好好生长的就好好生长，你该行光合作用的去行光合作用，你该腐化变成养分的，你会去腐化变成养分，该流动的流动，该灰飞烟灭的灰飞烟灭，各居所位，各尽其职。那所以当道立于天下的时候，圣人这边的圣人，后学会把它解释为是统治者，因为在老子的一些文案里面，圣人会比较像是居于高位，或者是有影响力的统治者的角色。那所以一个统治者，一个圣人呢，当道立于天下的时候，他也不会去随便打扰这一个大家各居其位这件事情，因为他所做的道是无为而治。他想要看到的就是我已经规划好，已经建构好的这个好的法治、好的政策，在适当的这个政策的推动力道之下，能够安稳的往前进，让受惠的这些人民都能够内心有所感受，内心觉得是欢喜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是道立于天下的状态。那这时候呢，圣人也不会去伤。那这个伤字呢，再更进一步去理解的话，后学会认为它是很像我们在雕塑一个木头。我们去雕刻木头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留下痕迹？那这个痕迹也就是伤的意思。所以，如果一个圣人、一个统治者，他很习惯这个随意的朝令夕改，很喜欢去推动新的